庭專門店盤點清貨開始啦！全場床上用品、枕頭、被類優惠低至2折起，床褥大減價低至3折起。現場已經有唔少人排隊準備 shopping 啦！咁今日咧就帶大家嚟睇下有啲咩產品啦！今次要為大家推介全棉床笠連枕袋或者被袋，採用100% 全棉，仲有好多花紋款式，最平169蚊就可以入手啦！床褥大減價低至3折起，部分產品只限床褥專門店。